比较不好，比较不好。我们不喜欢中华民国政府给的资金，最近也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我们的族人在日本人离开的时候就回到山上的话，应该就不必颁定这个法令。那原住民基本法一直从民进党时代一直到国民党政府，都还没有完成执法，所以让我们的传统领域一直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执行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总统与台湾原住民族群签订的新伙伴关系、祖国与国关系的那个关系。那今天放的这个行政院版的原住民自治，实在是有一点感觉跌双教育。明明它就是乡公所的机构，还叫做自治，实在是太荒谬了。然后还引以为傲，难道中华民国政府跟我们一样都不搞老吗？是啊，让我们的美丽的花东海岸的所谓的东部的发展条例，也是跟政府跟财团一起来划地，让我们的族人不能回到自己的菜园，去自己的冰箱去拿东西，然后就划给财团，用50年1个月3万块的租金，还不到3万，还不到3万的租金，他让我们的族人，或者是让台东的人，或者喜欢台东部海岸的人要去游泳、去看海，还要付钱30块。那如果我们的族人在日本人离开的时候就回到自己的空间，就不会为什么上学了还是很笨，那么努力的工作赚钱，还是很穷，生下来很胖，很想变瘦，生下来很黑，很想变白。在人前夸口我的出处，我的曾经家人是那么样子的骁勇善战，可是内心却非常的懦弱。活跃山林，却被警察抓。可是因为从日本政府之后，我们没有回去，我们恋战这块现代的村子、现代的便利、所谓的民主，可是却换来了那么多。